閂埋道門，拉埋呢條鏈，我睇下你仲有咩光可以用啊！嗱，自然光啊！嗱嚇，冇現場光，攝影師真係神仙難辨。冇咗光，我話知你用咩反光板，用咩神器都好，都冇用。4月25號，我嘅 workshop 第2班會教大家咪唔該，開埋個影樓燈先，等我靚仔啲。4月25號，我會同大家再次探討點樣用影樓燈、用閃燈、機頂燈、飛燈去拍好你嘅 wedding day， 將佢咧令到佢更加嘅 moody。點樣用單燈可以影到好 dramatic 嘅 lighting， 亦都可以用飛燈去拍攝你嗰個 ceremony。上一次喺 wedding day 裏邊咧，嗰個 ceremony 咧，突然間 march in 嘅時候咧，酒店咧就將所有燈熄晒，哇！個 video 咧就好厲氣，但係咧好彩咧，我仍然咧 set 咗閃燈，咁咧到時咧我影嘅時候咧，我就全程用我閃燈，但係咧因為佢熄咗燈，令到嗰個環境更加 moody。喺一個好狹窄嘅環境，例如可能咧個新娘朝頭早咧喺屋企啊，好凌亂啊，化緊妝嘅時候，我就試過用3支嘅閃燈、機頂燈咧去打到嗰個環境好 moody。喺4月25號，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點樣用閃燈去將你嘅 wedding day 拍到最靚最靚為止。大家記住4月25號閃燈大師班，星期六到時見。